韩流报道，今仔日平地上架稳定新竹关西5.4度，明仔暗阁有冷空气到位，后礼拜一天气才会转好。有人家伫咧高雄轻铁铁基路顶悬，司机持喇叭甲提醒，阁无要相让，高者表示这行为上悬会罚7500块，也已经报案处理。宜朗反政府抗争第12天，政府大顶压切断通讯，目前已经45个人死亡，其中包括真侪个未成年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来关心的就是屏东中治乡呢，昨暗是一个83岁的老阿伯，那像这乌多摆是徛正向爬上国道3号的交流道，结果呢有一台货车是安尼未护闪，就安尼撞落去，这个老阿伯当场死亡。弄甲伤大力，互乌多摆零件落规涂骹，车头密密茂茂，老大人是现场死亡。事故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399公里屏东中治路段，初八暗时6点多，一个83岁姓陈的老大人骑乌多摆，若像对中治出口交流道骑正向入去国道。虽然迄当阵车真济，也毋过老大人也是沿车道一路骑过，互顺向的27岁姓杨的货车司机相袂赴双方弄做伙。于是自长治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逆向驶入，与外侧车道顺向行驶之阳南88零次所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驾驶死亡。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老大人，若像乌多摆骑正向入去国道，甲顺向落交流道的货车相撞，国道警察特产分队随甲车道封起来处理。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乌多摆骑入高速公路会罚3000至6000块。国道警察呼吁，厝内若是有坐回时段，应该爱注意伊驾驶的状况。若准乌多摆走入去国道，千万毋通驶翻头，也是骑正向，应该爱随把车停伫路径，人去到护栏外口避难，而且卡110也是1968通报救援，以免发生危险。公司新闻王柳婷、陈伟林、郑建光综合报道。另外，昨暗伫咧高雄呢，是有民众行伫咧轻铁鼓山区公所这站的这个铁基路顶悬呢，这司机是减速持喇叭甲伊提醒，也毋过这个民众说完全无要相让，而且佫对这司机大细声。高这是表示讲，这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着大众捷运法，上悬是罚7500块。另外，针对着公共危险罪的部分，也已经收集证据，报警察处理。你是袂使吗？那你看一下袂使。穿红衫的查甫人甲轻铁顶悬的乘客一句来一句去，愈嚷愈大声。初八暗时7点外，伫咧高雄轻铁的鼓山区公所站，这个查甫人一路行伫咧轻铁的铁基路顶悬，轻铁司机看到机随打洞饲喇叭甲比，不过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咧信道，豆豆啊行，路尾佫对司机大细声，危险佫傲慢的行为，互真侪人拢看袂过。对方咧讲司机有啥物要甲扒，有啥物要甲伊安尼，安尼就是骂一寡足歹听的话安尼。司机其实嘛无讲，我们司机就点安尼啊。伊就拢位啊行过来啊，行位遮摕物件位啊过啊。所以伊接安尼就对啊。嘿啊。附近民众讲，这个查甫人定拄行铁基路过来遮，都为着要捡回收互一个阿婆。其实因为轻铁的车道甲民众的生活空间相顶塔，进前嘛有人违规行入铁基路翕相，也有看到轻铁怪硬要撞过。国际公司表示，亲像安尼急皮皮，轻铁内佫无要让话，因绝对无要吞润，已经收集证据报警处理。该民众行为显已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3款之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7500元罚款。本队将循线通知该民众到案说明。民众表示，轻铁鼓山区公所站者，因为铁基路的两边徛假济，定拄有人贪方便无行人行道，直接行对铁基路过。有时保全顺路看到会甲动，不过保全毋是规工顾伫遮，这部分敢若会当靠民众家己自我约束。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有民众是表示讲，这屏东分局的这警察呢，对人讲话是无啥客气，而且呢是一直用这手机咧看影片。分局表示讲，这个警察呢是警备队的人，确实有伫咧值班的时阵看一寡和公务无啥关系的这个影片，所以会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在伫建局值班台环境调整一意了后，专心看手机的直播影片。民众指控当时伫等另外一个环境到场，发现这个环境连续对几落的协工民众，也有职工口气无好，也有伫特勤的时间看手机直播影片，实在伤寒。你就看到院职工来那边有点大小声，我才抬头一看，才看到他在看直播。要不然你站柜台就有警局的门面嘛，你态度糟糕那就算了，结果你还自己在那边摸鱼。毋是逐个警员拢安尼啦，伤过离谱啊！代志是伫初七早起10点发生的，民众讲当时现场还有其他人，环境照常专心伫看直播影片，这个环境上班无认真。屏东分局回应这个环境隶属警备队，确实伫执勤的时阵看甲公务无关系影片。经了解，确实有于执勤的期间观看与公务无关之直播影片的情形。那本分局就远景为师的部分，将予以记过惩处及追究干部的责任。其他民众认为，环境上班的时阵，有当时摕手机确认消息，也是接电话是无要紧的。不过，执勤台执勤的时间一直看私人影片，安尼有可能损害警局的形象。屏东分局除了追究相关责任以外，也会持续加强环境执勤的纪律，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再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仔日早起7点左右呢，台铁有一班区间车伫树林到邦桥之间去过洋去。这个车呢是有照规定来减速，也毋过呢是因为这操作有顶打去，所以车帮煞停伫咧无强电的中性区间，至少5点半点外钟。台铁是表示讲，接到这车帮过洋的消息，就有随派车去甲处理。前后安尼算起来呢，车帮差不多是5点35分钟。嘛，因为台铁晚分，所以台北车头这月台呢，人是客加甜一甜。加在这树林甲邦桥这段呢，伫8点57分的时阵，已经恢复双向的通车，才慢慢消透人阵。再来关心这云林县的大鼻乡要去到这石鼓川的国道1号245公里这个路桥呢，虽然讲两边是有这围篱甲扎起来，也毋过煞有一寡空棚，而且呢是敢若用这塑胶大甲塑的尔，小可扣一下就开啊。民众是烦恼讲这恐惊是会影响到安全，所以希望主管单位呢来加强固定，才免产生意外。车伫咧国道顶头咧走，一个方向下过国道1号245K 路桥的顶头，为了安全，两边拢有设高架围篱来保护挡条例。不过当地民众表示，常常看到警察伫咧路桥顶头用围篱的空来违规处理。不过平常时这个空敢若用简单的塑带固定，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嘿，来超速啊！算讲鼓励着囡仔，也是有一个。迄无心的人吼，要甲社会造成困扰。对。这嘛袂使，这两个环好啊。对。这塑胶若当伊，那可以卡落去放着车辆嘛。对。放着车辆。民众认为这条路桥是云林大鼻乡要去斗南石鼓村重要道路，平常时有足侪人会驶这条，不过围篱的出入口，若是互人挑意个拍互开，凊彩偏石头物件落去下开国道，可能会造成交通的意外。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加强管理。目前国道警察他是有在我们的辖管的桥梁上面有开。这个格栅有开网，我们之后会进行全部的辖区内的盘整，因为目前没有收到国道警察他有来就是申请。云林县政府交通局表示，目前会针对规个云林县下过国道的路桥，会先点算，再个派人赶紧甲关起来。若是国道警察有需求，再个甲交通局提出申请。某民众建议，未来若是要做相关围篱出入口，应该要加设小门，而且加锁起来，才会使避免发生意外。公视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伫台中的南屯，有一间露营车的修理厂呢，是昨暗9点多发生火灾。迄当阵是无咧营业，所以这员工呢是赶紧去刷车。根据了解，这现场是直直传出这爆炸的声音，而且火势甚至阁探去到隔壁的办公室。加在是无人受困，也那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寒冷的暗暝，看到所在大火，风骨头火愈烧愈猛，消防队赶来现场拍火，分队车对关的所在喷水。火警发生在初八暗9点40左右，台中市南屯区新富5街一间欧洲露营车修配厂大火，1楼铁皮厝内面还阁停几落台车。
相对用激光器破坏了入去拍火。现场民众讲，因有听到爆炸的声音。那边一直在冒黑烟的，对，然后有火花一直跑出来的，然后有些许的爆炸声，就是一直蹦蹦蹦蹦蹦。哇，灾知道就好了，知道就不会发生啊。大火时阵，收配厂无伫咧营业，员工知影消息了，赶来现场，甲几台几落800的农业车一台一台驶出来，唔知影为什么大火，将对出动29台车、73个人到现场抢救。火把炭烧到隔壁的中华大价功德会办公室，经过1点钟将火控制，暗时1点50将火拍花。燃烧的部分，因为我们到场之后就发现它燃烧了，赶快部署水箭把它旁边燃烧的部位把它遏制下来。我是在22点大约40分的时候就控制住。这场大火并无人掉伫咧内底，只个人一位43岁收配厂员工一直扫，身体无爽快，有风性送病去。上桥讲，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330平方公尺，因那大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嘉义太保的高铁站呢，这是地方主要的出入口。华泰大饭店集团是按算要开50亿，伫迄搭来起一个大型的商场。也毋过，其实这附近的土地呢，是准备要来起这供电场。太保市是有千外人联署来反对，希望停止设置，莫互商业区歹发展。伫嘉义高铁站边大约200公尺的所在，华泰大饭店集团要伫遮大约10万平方公尺的基地起购物中心。第一期的工程正式动工，按算伫2028年第4季完工开幕，要来推动嘉义高铁站周边的地区经济。这对嘉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那再来是这个地方Outlet 投资了以后啊，那旁边还有很多商业用地。那我希望透过华泰平城的投资啊，可以带动周遭所有地方的商业发展。嘉义高铁站的边啊，未来出现大型购物中心。不过，伫另外一边，却是互当地民众真反对建设。台电公司暗算伫嘉义高铁地震区规划商业区来设定地面的供电设施，而且合约是20栋，这引起太保市民千外人联署反对，要来向县政府申请。咱的高铁地震区，你的台糖用地是在商业区，所以讲你光电，如果你设置的太阳板设置20年，一定是绑约20年，规个商业区的发展都拢框架住了。太保市公所表示，毋是要反对供电，只是嘉义高铁地震区是太保市未来上重要的发展区域。供电厂的建设破坏土地的发展价值，希望县政府会当考虑太保市民的心声，停止台电的计划。台电公司嘛表示，会参考地方的意见继续沟通。若厂商无法度甲地方有共识，会互厂商来停止契约，另外各找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寒人这头一波寒流报道，今仔日的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干那5.4度尔尔。气象署是提示讲，这下暗开始到明仔透早呢，受到这辐射冷却的影响，有可能会搁再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也若目前这玉山气象站已经积雪1公分啊，合欢山也继续咧落雪。明仔暗又搁有冷空气的到位，就要等到后礼拜一，这天气才会豆豆啊转好。初到透早4点外，南投合欢山的山顶敢若零下6.8度，嘛互合欢山变做是白色的世界。因为现场风真大，路面雪气互风吹起来，看着真水。阁有囡仔甲涂骹的石磨起来耍。都没有去过，都没有追过雪，想说带他们来顺便一起追雪。毋若合欢山，玉山气象站初到早起6点，嘛观测到有落雪。目前积雪已经1公分，也若武陵农场的灯花园，真侪树尾嘛结冰。是啥真侪游客来遮行踏。那宜兰太平山目前气温差不多0度，不过并无落雪。山区因为有大雾，树枝甲树尾有出现雾凇，无站平台嘛有结霜。提醒若要去山顶的民众，都要穿好小，嘛要注意路可能会骨骨。初到毋若关山出现超级低温。全台湾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关西，敢若5.4度；新北石碇仔5.5度；台北干豆5.9度；大安森林公园敢若6.2度。气象署讲，台北气象站初到透早测到9.1度的低温，这嘛是日当以来头一波寒流。今晚到明天清晨，辐射冷却的效应依旧会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温度的低温的分布图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北部跟宜兰普遍都会来到蓝色，就是普遍会降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中央气象署提醒，后一波冷空气拜六暗时会到位，估计影响的时间会到后礼拜一透早。
强度差不多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毋过袂像即波遮尔啊寒。天气民众早暗温差大，要是爱穿雨袖。下个礼拜整个礼拜看起来冷空气是比较弱了，等到再下一周，也就是大概19、20号之后，可能才有机会再有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下来的这个状况。气象专家表示，为预测来看，1月中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各地气温有机会豆豆回升，一直到1月底才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到位。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寒死是早暗低温的，其实拢无超过10度。中基医学中心是表示讲，受到这波低温的影响，中华地区来急诊的人呢是变侪啊，定定拢是满床的。而且这当中呢有袂少人是高血压，表示讲这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另外也因为这天气真寒，所以有民间团体是来启动关怀活动，分一寡外套也开放这临时歇眠服务，互人会当有一个方便。大家排队要领外套，最近天气真寒，尤其早暗的低温拢无超过10度，互人寒甲死死阵。中华道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发外套互寒士，开放临时歇眠服务，互有路无厝的人。早暗较冷啊，穿这落较薄个。感觉真少啊，足好个啊。即摆早暗吼，温度有较低，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吼，较离外口会较危险。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吼，夜间临时安置，会使互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天气冷死时，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中华中基医学中心就表示，为拜二开始统计到拜四，因为低温、高血压、心血管加消化道出血病人要明显增加。元月6开始，因为天冷，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也有明显的增加。医师表示，低温会让血管收缩、血压升悬，增加心脏血筋塌掉的加中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血压的控制。若是民众有头壳戆、歹喘气、胸坎杂杂这的情形，建议要量早去病院检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这红葱头的早餐呢，这阵啊是当咧采收，也毋过今年这产量是减3到4成，产地价小嘛，那加一斤的是无到20块，参去年是差真济，就爱搁包括这人工的成本，所以讲根本就是无利润通好赚，农民是怨叹这是歹年冬。一块搁一块透早拄加好势，装入去的红葱头，拢是农民辛辛苦苦种的成果。台南红葱头早仓即阵陆续咧采收上市，毋过即阵产量煞无往年好。农民讲，今年每分地平均产量平往年减3至4成，正常每分地爱2000外台斤。今年求水真明显，连产地价小嘛对咧落，每台斤无到20块，平去年同时间30-40块公斤，差真济。农民怨叹，互因真歹过日。有32个、30个，啊，像这人个开后19个啊，咱平常收购，逐档啦拢4月10块吼，逐个慢慢插糖啊。啊，搁一分地，今年一分地产量拢加久无落雨，啊，拢迄落啥葱啊，拢发育歹，啊，迄种迄落产量搁歹，一分地加得700-800斤啦，啊，这算算较有够本钱啦。全国种红葱头面积有1200公顷，那台南占85%，主要产地伫7个北门一带。今年安尼生主要因为旧年种落去的时，等到入手了后，雨水真少，地苏早葱产量无介理想，减大半也叫顶一季库存无用完，收买意愿自然就较少。农业局回应，农粮署已经有要启动营运措施，到时按算会请农民团体进场收买，继续维持每台斤20块以上。目前的价格低于成本，所以农民希望是政府能够有所帮助啊。2轮大蒜合作社，还有以及我们家全国合作社等等的一个农民团体来进场收购，来维持我们整个一个产地的一个收购价格。侪侪靠天吃饭的农民希望政府斗3工会当稳定产地价销。那农业局回应，会持续参农粮署讨论相关的配套，嘛讲会继续关注进口甲库存的状况，配合产销调解机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这台股呢，今仔日开盘才半点钟的时间，就破435点，这指数呢是无到3万点，后来才搁豆啊回转来，伫咧平盘的计数安尼起起落落。
台积电早盘是拨30块来到1655块，佮加上这南亚科甲、华邦电等等这卖股票的压力，股价捌拨起到落停的计数。另外呢，这传统产业甲金融类的也无介好，台股一个开盘就拨超过400点。后来呢，是因为又搁真侪人来买这台积电，所以大盘有转来到3万点，股价伫个平盘的计数安尼起起落落。再来看这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呢是还无通好审查，行政院来警告讲，这 T-Pass 月票也有生育补助等等，恐惊是会冻点啊。有风声这公平团体呢是要提案来补救，互一寡重大民生的这个支出会当先来审查。也那民进党团是批评讲，这款做法袂输咧点菜咧，就是甲人民当作去食。今年度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审的这个新的计划、新的预算将近3000亿耶。就伫立法院议场前，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轮流排案班，坐到透早抢提案到议会，希望知影若被对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表态，也有前言真久的115年度中政府总预算复位审查。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总我立委伫台卡抗议，也是疏忽对方人数优势，总预算案无排入。不过照预算法的规定，新兴资本支出、新增加计划，若经过立法院同意，都无伫即个限制。嘛传出国民党团提案要替 T-Pass 计划生育给付核选地理的部分解套，先复议审查。党内书记长罗志强讲，是行政院先无依法偏列军人加薪、加经销、退休加急再生。我们所有的一些预算的审查那都会凝聚党团的共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军人以命护国，只要赖清德、卓荣泰依法编列，那总预算早就在审查了。人民不是乞丐，立法院最大党不是皇帝，非得要人民敲碗，你皇帝才给饭吃。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民主国家国会应有的态度。对于无大专案审查总预算，民进党团批评，若是阿伯想要点餐的方式通关，已经违背宪政机关的责任。强调每一笔民生预算同款重要，袂当选择性心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今年开始呢，要来实行驾照管理3项策略的这个政策，民间团体是表示真肯定，也毋过希望讲会当进一步来要求这考驾照的路线呢，应该得要实际的人甲车的这个互动，袂当是干那背这法规尔，而且驾训的教材应该得爱统一。去年有不少守法的过路人和车动的车祸事故，引起大众对行人地价的不满，甲对驾驶安全意识、驾训制度的讨论，嘛带动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找到真侪民团嘛，针对驾训的改革，向交通部提出5大诉求，要求考驾照的路线要有真实的人车互动，考驾照嘛袂当干那背法规，要建立统一的驾训教材，嘛要求全民不分年岁定期，搁再训练等等。但现行考训路线多由驾训班自选。整段路可能甚至连一个行人都碰不到，像是我当初的那个路线，就是一个行人都不会有哈。好，我们强烈要求考训必须纳入市区商业道路，让驾驶在学习阶段就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如何停让行人、转弯注意行人等等。民团指出，各地驾训班甲考驾照的制度有真侪无照起工，比如教练无专程伫咧车内教学员，上课时数无够，各通考驾照等等，批评这款驾训品质是道路安全的威胁，要求交通部着要严格稽查。另外，毛民团提出该以车速分流，若针对特定的驾驶也是慢性病患者，上路安全的部分嘛需要建立暂停上路经过医疗评估，重新驾训才通搁再驾驶的机制。过去一再呼吁让机车跟其他汽车一样走在正常的车道上。那这不仅是让机车符合跟汽车相近的行驶速度，就是符合机车的这个特性，然后也可以把真正的慢车道还给自行车或是2轮电动车这种慢车来使用。像韩国我们也有看到说有这种驾驶赋能的一个中心那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评估跟筛检，那之后还可以针对这些有可能还可以继续上路的人，去提供一些辅导培训。然后还有一个再评估。交通部今年开始分阶段实行驾照管理3策略，包括加强严格考照、强化违规挥训矫正、甲高龄换照。民团多数肯定交通部愿意改革，不过因搁较希望对源头驾驶训练的阶段，都应该严格建立安全意识甲驾驶文化，莫搁用人命来换改革，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这学校营养午餐食免钱，目前这云林县甲新竹市也拢已经宣布啊，全国6都当中呢，目前是敢若剩新北甲台南是无实施的。因为新北市是讲这经费呢是占这教育业务买1/4，所以是爱斟酌来考虑，嘛还有这中央应该着爱统一的政策。因为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强调讲，其实呢这营养午餐是地方自治的事项，应该爱交予地方来负责。营养午餐的议题伫讨论，为台北市初来宣布推出免费营养午餐了后，包括基隆、台中、高雄这县市嘛先后实施。这边暗时有云林县甲新竹市表示会抽出资源来推动。如果说免费的话，我怕会。就是他们压低那个价钱，反而小朋友吃不好。政府帮我们付一点，然后我们家长也付一点，然后小朋友吃好一点，这样子。样样都涨啊，2个父母都上班也是赚不够，当然是尽量政府能补贴，能那个是最好。家长真好感觉，估计免费营养午餐每个月当先花要1000，不过全台22县市到目前有17县市实施，只不过伫辖市还有新北、台南等地偏高。尤其占了我们的业务会是占到1/4，所以面对一年的经费46亿，在整个教育预算，我们要做好准备。新北市目前教育经费甲学生数拢是全国第一济，免费营养午餐一个经费需求达到46亿，惊会摆脱其他市政经费的可能。呼吁中央应该要有统一性的政策。还有能力补助地方营养午餐，那是地方自治事项，我们希望地方做得好。行政院是讲，新版的财委法地区各县市会差真济，修法大幅度削减中央的财政，中央政府今年预测负债3000亿，无钱也会当协助地方。中央和地方应该是伙伴关系，所以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应该要听进去。各方的意见差真济，地方立委嘛呼吁，无论营养午餐财源为倒来，午餐的品质食安这才是重点，才会当互囡仔食得健康佮安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空军挥官新北街的西 F-16V 失事，这搜救行动已经来到第4天啊！这属型无人机也来加入这搜救任务，也毋过因为即马拄好是这乌潮大漏水的这个时期，外界是真烦恼。这新北街有可能离这搜救区呢是愈来愈远。有专家建议讲会当往北去找人，也若空军是回应讲目前已经扩大范围。为半暝到透早，海顶的天气真歹，海巡舰艇持续伫东部外海找找失去联络 F-16V 的飞官新北街。无人机飞机架海岸升空，一路烟花超吹。这是陆军上新买的战术型无人机，罕见公开出现，即个嘛投入搜救的行动。考虑风影大影响海流，海巡甲国军搜救部队嘛部署伫咧台东中滨乡甲成功镇，切到透早扩大到台南卑南溪出海，持续向南边超吹。新北街西 F-16V 出意外，搜救行动进入第4天，不过连续几个天海顶天气拢真歹，增加搜救的难度。即马阁拄好是乌潮的大流，外界烦恼新北街恐惊流离开搜救区，可能会跟着这个洋流漂流到其他地方去。我想这应该也是搜救团队呢他们会考量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再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下去做搜救。有真侪年呛水甲救灾经验的专家讲，依据相关的画面来研判，新北街暴落海的所在可能离岸边差不多700公尺至1500公尺乌潮的区域。虽然乌潮的方向大部分是为南边向北边，不过考虑这几天台北季风较强，所以建议除了向北边吹，嘛会当伫咧宜兰、花莲、台东增加岸边所在的范围。只要你有一些坐标物、浮标物，然后检测大概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知道它的流速大致上是多少。然后我建议就是说，可能譬如说，假设你是已经50小时的话，就是50加6跟50减6的这个时间点去做，所谓的那个扩大搜寻，它的效果跟效应会比较好。空军强调讲，已经有扩大所在的范围，未放弃任何的希望。针对 F-16V 的意外，外界嘛质疑战机甲救生装备等等的问题，也有监察委员已经申请主动调查，要来理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丰城这国共论坛呢，要伫咧旧历年前来举办，外界是解读有可能就是为着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来测试。立委是批评讲，若准这国民党去中国交流，是为着要来降低两岸的冲突，安尼就应该爱好好来讨论这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戡害。
是不是3月份国共论坛？3月份政协会，然后1月份办国共论坛。面对提问无加做回应，传出停办一段时间的国共论坛，规划伫农历过年前举行，也互外界当作是为郑丽文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视会伫试追问，对这代志，身兼国民党发言人的立委吴虎庭伊表示，对话有助稳定开核情势，对台湾整体安全有正面的意义。如果真的有国共论坛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予以祝福。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会守好我们的立场，但是重点是对话可以降低冲突的风险。那我想有关于政协会的部分，主席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么就是主席对主席，那时间的部分当然可以商量。如果国民党说去是要降低两岸的冲突风险，那应该要把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你要纳入来讨论啊，你要勇敢的跟中国讲啊，你不要恐吓台湾啊，你不要老是用武力威胁台湾啊。国民党副主席萧秀银表示，郑丽文主席上台了后，用心和国共两党的互信甲平台一旦开放，一切拢持续地进行。若是有具体的消息，会对外公布。公益新闻采访报道。咱拢知影讲，这海洋是真珍贵的自然资产。即马为着要来确保这水质的稳定，也有环境的安全，新竹市府是结合着海保署伫新竹的南寮的海墘仔来装这海域的水质监测站，未来会当逐工24点钟拢来监测新竹海域的水质。甲拄对海边啊抽转来的水，透过水质监控系统，来当知影今日海边啊水质状况，包括水底温度、酸素、盐度等等，拢总12款的数据。逐工24点钟自动监控，只要发现水质异常，透过网络人员伫线顶来当连面知影。数据会上传到我们的一个环境管理平台还有我们的网页即时观测我们的一个数据，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酸碱度、还有溶氧、还有化学蓄氧量以及我们的氨氮各测项我们可以及时透过我们的即时监测数据，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譬如说是我的办公室还是我们的一个手机都可以。科目局指出，新竹海边啊除了有红树林、野生动物保护区域，也有不少蚵仔养殖业者监测系统中，其中一项了解铜离子浓度对饲蚵仔产业真有帮助。我们这个新竹海域曾经发生过绿牡蛎那绿牡蛎的来源，这个跟铜离子就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海域水质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特别有加测这个铜离子的一个部分，来确保我们整个养殖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科目局强调，未来透过水质监测系统，除了会使24点钟掌握海水变化，也通知影台湾海域水质上新的状况，用科技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海洋的永续发展。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市嘉里区呢，受到这科学园区的带动，这人甲车呢是增加真济，也毋过停车位是无够用的。公有的停车场登记以来呢，拢有人占车位的这个现象，所以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会先甲这市区3大停车场来纳入收费的管理，预计顶半年就会开始收钱。来到嘉里区公有停车场，场内虽然有设置57个停车格，不过要停车的民众开入要踅半步，煞找无停车位，干来当搁开出去，因为根本无空位。不过斟酌一个看，场内甚至有民众的车直接看布棚，甲公有的停车位当作是家己厝里的同款。尤其附近是市区闹热的所在，要停车真困难，附近的民众嘛感觉足无奈。使用者付费，我觉得非常合理。对，就像U-Bike 嘛，为什么他会在这段使用 U-Bike？ 应该他也会认为说，就是在停车部分不方便。车费的价钱，你要有一个的标准，无，那你讲的讲，这有的停的是随走，有的是停真久，可以倒伫这附近尔。伊的收费是要怎算？为着要解决这个乱象，台南市政府预计要升降市区3大停车场总共79个停车位纳入收费管理，预计顶半年会开始收费。另外，嘛有民众反映，区公所路边停车格登记互人占用的情形严重，嘛爱来入收费。前期先针对说路外停车场的部分做一个收费，因为路外停车场有很多民众长期占用。造成说正常使用的民众无法得到正常使用现行有发停车格的车位，我们做一个监控
了解说每一个停车格现在的使用情形、流动的情形啊，作为以后收费的依据。另外，为着要解决嘉义市区停车的压力，嘉义区公福路迄搭位啊，也有无利用的空地，将会由民政局补助公所赶紧开发做停车场，提供民众搁较侪的选择。公司新闻温进行台南报道。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这教育部是来公布新版的台湾台语私立法的电脑的版本。甲进前这版本呢，已经相差15档的时间啊。为着要提悬这民众使用的体验，除了这罗马的拼音呢，一字一字拍，嘛通敢若拍这逐字的声母，都有商用词通好选。而且呢，教育部是讲，目前这手机的版本也当咧开发。无论是影片创作的字幕，还是传送信息给亲戚朋友，数字化是现代人在拍理上界基础的技师。教育部在初七公布新版的台湾台语数字化电脑版，而旧的版本上无已经经过15年了。教育部表示，除了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也通敢若拍逐字的声母，都有商用词通选，搁会有切语句，希望提升民众的使用效率甲体验。Apple 伫去年9月，其实就参考阮本部的本土语言成果的参考列表内底所有的字型，伊拢有放伫伊新的作业系统内底。Windows 的部分，即摆伊私立化已经有来建咱阮的字型。啊，毋过你若要输出到程式还是那个浏览器的话，啊，就爱搁安装一个当完全显示那个字型的，亲像是台湾楷体，啊，搁还是有 N3 即种的。不过，若伫手机啊，一寡民间做的台语数字化 App， 一寡字会看袂到。教育部表示，可能是Unicode编码无维持伫上新的版本造成的。有学者呼吁，这款台语复振的基础工程，教育部会当透过公司合作，还是提供补助，毋是全靠民间行头前伫开发伫经。之前迄个一团嘛有做台语数字化啦，到这里看即马都无资源啦，教育部会当倒伫头前。毋是靠阮伫遐寄付，内委会有就有钱，所以当看当伫拉顶管看到即个客语的语音的助理啦，即时的翻译啊吼，完事嘛当考虑来做即个台语的 AI 的语音助理，还是讲像客语吼，那么有一个台语伫拉顶管的即时翻译的 App。教育部表示，手机啊平板的台语数字化 App 未来嘛有语音输入的功能。若台文字型选择少的部分，教育部表示，目前台文字的国际编码拢有提供予字型开发商，未来会继续鼓励民间针对台文字来开发。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这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也阁有啥物款的物件会当互人感觉到这幸福咧？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都喊讲除了这薪水以外呢，其实上班族对这福利甲制度拢是真要义，这是幸福感的来源，同时嘛是留人才的关键。囝生少的问题已经是国安危机，政府也鼓励企业爱提供福利来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有人力银行也举办幸福企业的比赛，有4200间的公司来参加，有560间得到金奖肯定，嘛头届颁奖予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企业，像有公司会提供结婚的奖金，提供托育空间。员工会当带囡仔去上班，民众表示，这款的公司确实真幸福。需要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可能会有一些考量。那如果有这些的话，其实就算是一个配套措施，可以让就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的去上班。对相关的人来说，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诱因。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事实上会减少他们想要来的动力。啊，那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受到物价起、AI 进步真紧影响，食头路的人其实压力真大，幸福感降低，剩53分。劳工对未来感觉不安。调查显示，有73.5%的人认为，即马家己店的公司是无幸福的企业。第二是长期无加薪水，含薪水加伤少。第二是薪水比市场的行情较低，年尾奖金较少。第三是工作量伤大。因为有了 AI 之后，然后让他们的工作呢变成产出量要更多，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压力。有关税战，然后还有现在的国际局势比较不稳定，那相对这一点呢，也是让上班族觉得不安定的原因。人力银行也提醒企业，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也希望会当受到头家的尊重。现代人食头路嘛真要紧，敢有法度伫工作甲生活得到适应？薪水职场的文化和制度，拢是留人才的关键。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2026年这台湾灯会呢是伫3月初3要来开始，今年是办伫嘉义，这嘛是嘉义第3届来举办啊。县政府呢今仔日嘛来公布这今年的主题，或者是光复世界阿里山。作品呢是透过这阿里山的日头光，也有神木甲大王来做主题。另外呢，这世纪的高压灯其实嘛真古锥，有这乌熊甲身上马，而且佮特别用这台语的话音来甲号名，或者是乌熊嘛伫遮。闪烁灯光透过光线，压上伫咧短短3分之内，甲台湾岛屿对海洋的形成、生命演变到文明的发展，变做一场壮观的灯光表演。2026年台湾灯会伫咧嘉义，和较早以12世纪做主灯无同，这届设计者用阿里山的日头光、神木、大雾做主题。我们针对阿里山这个题目，去做了这次的发想。阿里山也关系到一个命题，就是说这些山哪里来的？其实是1亿4千万多年前，这个台湾的造山运动慢慢升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展演大概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跟科技非常连结的这个部分。这届灯会的世纪高压灯也真古锥，台湾乌熊骑一只马，唔但会当挂咧行，阁会当摇来摇去做摇摇马。设计者今年特别用台语话音来号名，或者乌熊嘛伫遮，伫咧嘉义和大家见面。它的名字叫做欧熊马迪加，这是台语啦。对，那虽然意思上是说欧熊也在这里，可是它这个名字就同时结合了欧熊跟木马，还有这一次的主办地点嘉义。2026年台湾灯会这届第3届伫咧嘉义举办，活动对3月初3开始，为期13天。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除了有光复世界阿里山做主灯以外，阁有23个主题灯区，超过60件的作品。期间嘛有纸风车剧团、棉花园、无人机等等的表演，让游客会当完整感受嘉义的在地特色。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上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伊朗反政府的抗争呢，已经来到第12天啊。昨昏是这规模上界大的示威行动，民众是大声喊出这独裁者去死等等的口号，结果煞惹来政府大规模的镇压，而且呢是来切断全国的通讯，想要控制社会声音。根据目前上新的统计，这冲突呢已经有45个人死亡，这当中佫包括真济未成年人。街路出现大量人潮，民众组织伫西北部的阿阿托拉卡山尼大道抗议。除了喊口号，民众阁烧国旗，表达对即马新冠领导改战的不满。伫流亡美国的末代王储里扎巴列维的控领之下，反政府抗争来到第12天，拜四是2礼拜来上大规模的示威。و پنجشنبه 18 و 19 دی ماه را سر ساعت 8 شب همگی چه در خیابان‌ها یا حتی از منازل خودتون شروع به شعار سر دادن بکنید. در نتیجه بازخورد این حرکت‌ها من فراخوان‌های بعدی رو به شما اعلام خواهم کرد. 虽望官方试图用武力驱离，不过示威规模已经拖到全国超过300只。连马什哈特等圣城嘛传出激烈的抗争行动。面对愈来愈严峻的政治挑战，伊朗当局采取断网络佮断电话强硬手段。网络自由监测机构 Netblocks 证实，伊朗陷入全国性的网络乌动。人权组织 IHR 指出，拜三是抗争开始后上侪人伤亡的一天。安全部队逮至少45个示威者，包括白囡仔，阁有数百人伫镇压中受伤，超过2000人被捕。学者指出，伊朗的政治体制当面临自古无的僵局。This is not just one cleavage. This is not just a Gen Z protest or a bazaar-led protest. It brings together constituenci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in provinces that are domina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So it speaks to something quite bigger and perhaps more serious. 伊朗这波示威源自经济困境，已经演变做全国性的主权危机。虽望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政府唔通杀抗议者，若无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伊朗当局犹原无降低镇压强度，伫物价一直大涨，佮怨声抢天的情形之下，伊朗政局当伫一个一触即发的关键。公司新闻电视人编译。再来看这美军伫咧掠着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红阿布了后呢，即马川普想要继续伫咧加勒比海，也有拉美地区来扩大伊的影响力。美国联邦参议院呢是以52票赞成，也有47票的反对来通过决议，要来缩限总统未来伫咧相关地区动武的权力。
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7.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The joint resolution will be placed on the calendar. 赞成韩索总统权力的票数过半，表示共和党镇压这边有人走票，支持民主党议员的看法。其中一位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罗德保罗，伊也是这项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This vote's about a real incursion. It's about a real invasion of a foreign country, an invasion of a foreign capital, and a removal of a foreign leader. None of us should want this president or any president tak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ar without notice, consultation, debate, and vote in Congress. 所落来将议院未进行类似表决，不过以此卖政治生态来看，被亚多总统侯国权所需要的2/3绝对多数，一个差真多。The War Powers Resolution really doesn't have much of a chance of becoming law. President Trump would have to sign it himself, but it is a significant gesture of disapproval for any further attacks against Venezuela. This vote shows how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push back on some of Trump's ambition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在逮捕马杜罗红帽了后，美军除了继续伫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海峡强行登上被认为可疑的俄罗斯油轮。川普政府也无排除伫墨西哥、甲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境内进行军事行动，打击毒枭，甚至可能用武力甲格陵兰提起。对这种可能的所落来军事行动，真侪跨党派议员认为应该提回国会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维护宪政体制。另外，伫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了后，委内瑞拉国会宣布大规模释放人权团体所认定的政治犯，这也是几多年来美国对委内瑞拉所提出的要求之一。BBC 认为这是罗德里格斯对美国表示友善的态度。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2020年，这消费电子展呢是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来举行。今年拢总是有超过4500间的厂商来参加。这场内呢是利用 AI 研发的产品，而且这当中有真侪拢是民生用品。这也代表 AI 已经愈来愈靠近咱的生活。车脚徛伫体重机，双手6手柄，这个看起来敢若运动中心定定出现的 InBody 测量机，即个会当测量的人体生物数据，比平常的加出袂少。2026 CES 消费电子大展伫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展示，根据 CTA 美国消费科技协会统计，今年包括1400间新创公司，有超过4500间厂商参展，其中有袂少拢是利便的民生用品，像有企业注重伫个人领域，杀出第2代智慧体重机，会当测出患者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前期数据，提醒患者量早发现治疗。We collect more than 60 biomarkers, and we make a total assessment of you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your metabolic health. 除了体重机，对于头毛发真紧的民众来讲，剃头毛的机器嘛是袂使无的。有新创公司研发全球头一个 AI 理发器，民众敢若需要伫头部戴好这个机器 ，AI 就会根据使用者的头型自动调整刀片的角度，让民众家己 DIY 剃头毛。It uses a band that wraps around your head, the clippers themselves, and a mobile app to create a perfect men's hairc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介意去户外观察鸟的民众，伫即个展览袂使无看 AI 千里镜，这是总部伫中国的新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会当互使用者用千里镜翕相片甲影片，机器内底还有超大数据库，会当认捌超过1万种鸟仔，佮会当连接网络检测食物甲动物，也会当分享翕到的影片。相片去社群平台。A lot of people really truly enjoy bringing those guidebooks, identifying the birds, identifying the plants and the animals that they see on the trail. This is water resistant, dust resistant. It gives you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versus carrying around a lot of extra luggage. 另外，网络叫车平台 Uber 嘛，甲美国电动车商路西德自动驾驶技术企业 Nuro 合作，研发无人机能车，以路西德所发行的修理车款进行改造，伫车顶放监测器、监视器雷达这设备，互车会当360度全方位监测，车内还有互动式荧幕，提供乘客控制温度、座椅，还有娱乐系统。这款无人机能车顶个月捌伫美国旧金山园区开始道路测试。一定会伫今年内量产，正式伫旧金山的园区展开服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讲到这 AI， 来看 AI 主播糖仔报气象。今仔日到明仔载的日时，
强烈大陆冷气团有小可减弱，一时的气温嘛会淡薄回升，但是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早起暗时的天气犹原较寒，西半部的早暗温差较大。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